作。喺正話嗰場戲裏邊，佢充分表現出一個俾老公拋棄嘅妻子嗰份唏噓同埋坎坷。無論喺眼神、表情或者形體動作方面，佢都能夠做到絲絲入扣、入木三分。尤其是最後掟爛隻馬嗰個動作，更加能夠表現出後現代主義同埋對社會嗰個強烈控訴。我哋再睇睇佢點掟爛隻馬啦，佢掟啦，而家嗱佢掟啦。好啦，即刻頒埋今晚嘅壓軸大獎，相信大家一定估到嘅，冇錯，最佳男主角就係。各位朋友，我係民建聯嘅劉江華，民建聯一定會幫到大家撐到底，我哋一定會幫到大家追到底。